圣人所奉推社会，咚咚咚的大鼓，有理人啊亲亲。家八月一路花季走，珠宝情啊意言。他日已在等一个神，何人冲啊冲跟走门。昨日打相去看那林妹妹的病体，她口疾陈桥公归叮当响，我是放心，我想林姑娘狗儿得的谁来分啊人来一大病他与只见他气息不作声，一个儿家林妹妹
这破迷人生。妹妹啊，想你一生谁是都烦呐，你何必自己呀太开心？你什么心事尽不是，我与你两人各一心，我求你一生菜都饮食，我求你一生你天呀旅神，我求你养生息养心，你好痛四季八非那人，我求你自卖的女，你不能听，因为他们是假与是真，我求你咋咋爱羡慕一生，病终身再不你谋完分。我求你把一天心事都对错，更不要想起扬州这句香门。
石头两千楼，见此生非命太平。